阵西北雨，害我买啥也无路。压甲规身躯胆高高，也毋敢小叫，我惊伊等无。雄雄倒一阵西北雨，明知一寸一地倒。放开的滋味虽然艰苦，毋甘放开淡雨，我甘愿等无。 好啊好，敢会当慢车路，才袂来耽误阮爱的前途。车踏车，喇叭声满过路，害阮听无伊的脚步。爱情路毋惊艰苦，阮甘愿寂寞。因为有你藏在我肚，无情予你敢看无，阮心肝连锁。我远我苦，牵手这步。 在雨中为你拼命赶路，望你小心脚步，奈何时间像骨铁锁。两步转做三步，无聊当作散步，若是爱情注定着分步。我让你用爱等路，你为我用心赶路。 我放你用爱等路，你为我用心赶路。古早，花果山附近有一粒石头，千年来吸收日月精华，变成一粒仙石。有一天，风云变色，水光死人，这粒石头变出一只石猴，自称遮天大圣孙悟空。 伫花果山占山为王，玉皇大帝非常的惊讶，惊石猴伫凡间生妖作乱，下令叫太上老君请伊天庭做大罗神仙，看守蟠桃园。电视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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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来，哦耶！大圣爷，迄代志都大条，你阁有心情通算哦？哦，哎呦，到底什么代志大条啊啦？啊，大圣爷，王母娘娘讲要办蟠桃大会啊，妈，派七仙女来办蟠桃，至少阮市长歪歪啊啦。咦，办蟠桃就办蟠桃，先朝市长歪歪啦。哎呦，大圣爷，你敢袂记哩啊？这蟠桃园的蟠桃，互你3袋下了，按对4粒，我嘛你投出了啊！即马哪有蟠桃人办？哎呀！拜年哦，看上班较济啦。对，看上班的较大了。当然是我，系啊，即马七仙女已经要到。哎呦，大圣爷，即马代志要办？哎呦，来都来，虎怕虎。大圣爷，什么是虎怕虎？就是，哎，莫问遐济啦，紧传伊啦，本大神哦，自有办法甲伊应付啦。哎噻。七仙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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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七仙女。这6胞胎啊，真正是开心果，听好过，一步。好，你要挽蟠桃，我就变做蟠桃，互你挽到手。七仙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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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七仙女。奇怪，今年的蟠桃哪敢一张是熟的，其他拢无熟嘞。嘿，是啊，啊哪呢？哎，各位仙女大姐，安尼蟠桃吼，只有几张，安尼较方便啦。安尼挽蟠桃迄阵，较袂走来走去，飞来飞去，飞来飞去。安尼讲嘛有影咧，生做一张哦，要挽较是较方便挽啦。等下哦，咱要挽蟠桃的时阵，啊较细腻的，豆豆啊挽，千万唔通伤着蟠桃咧，知影无？知。解散之后开始行动，不敬礼，解散。散。
性啊！变！哦，歹耍啊，歹耍，歹耍啊！好，我规身躯的毛都要无你踹了啦！哈？哎呀，太古怪，那拢是狗毛啦！废话，迄张蟠桃树是我变的，你买的当然嘛是我的毛。你这破狗，你实在有够无聊的，无代无志，你变做蟠桃树，叫我买你的毛是要做啥啦？啥物我无聊啊？煞唔知影蟠桃园内面的蟠桃早都无半粒，所以我才会这尔辛苦变几粒蟠桃，互你挽好爽啊！啥？什么蟠桃拢无半粒啊？安尼啦，顶届咱来的时阵，毋是蟠桃，才拄开始要熟尔，哪有可能即马会无半粒熟的啦？好，恁啊真正是 SPP 啦，什么意思？爽啪啪呀！哦，这么简单的代志，恁若想袂出来，迄熟的蟠桃拢叫我食了了啊，所以才无半粒啊。你哪这妖怪啦？蟠桃大位是安怎啦？你安怎甲我娘娘交代啦？你吐出来啦！吐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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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吐出来！你吐出来！好啊，擦下。哦，大姓呀，你哪用定心法甲因定掉的？哎呀，我若无将因定掉的，我一支喙哪有法度应为7支喙哈？用过因。哎呀，安啊，时间若到啊，应该就会叮当啊啦。来。对啦，大姓呀，若是王母娘娘知影你甲蟠桃拢偷食了了，伊可能袂帮你算。我食几粒蟠桃，哪有要紧啊？好，遐尔当生。我即马就要来找迄 LKK 谈判。什么是 LKK？ 就是王母娘娘迄个老口口，虎爸虎。王母娘娘，王母娘娘。哇，那这样白白。你袂用乱食啦！我有啥物袂用食？这物件是王母娘娘要请33天种大炉金仙用食，无你的份啦。我嘛是仙的，为啥物无我的份啊？你敢是一只看守蟠桃园的破狗尔，你是要哪甲大炉金仙用比啊？切，我甲迄大炉金仙比呢比。你哦，真正是有眼不识泰山了。我是这天代志，孙悟空。哎呦，你搁安那大吼，嘛是一只破狗而已啊！你若是爱食吼，等煞到了吼，再来捡菜尾啦。捡菜尾，哦，恁家叫我捡菜尾，嘿，恁哦，真正是门缝里看人。什么意思？甲我老孙啊看扁了。切！哟，恁甲我来这套。瞌睡虫，互伊拢困去。嘿嘿，莫互我食，我偏偏要食。汤。哎呦！没有啊！买走。真的没有，你拢困，我嘛要找一个所在来困。
你在这困？没事。哎，这是倒数工连单的重地，你哪使在这困呢？出来，出去啦！来，出去啦！出去啦！快啦！你敢他本大神的屁屁？看你想了，你若个唔走，就该xử理个金死死。嘿，走就走，有什么了不起？倒霉了！哎呦！口感不错，没败。酸甘甜呀，酸甘甜，清泉蜜饯，爆喜啊！参见王母娘娘。七仙女，蟠桃大会是已经准备好势啊，是？要来请众仙入席。王母娘娘，蟠桃大会办袂成啊！哦，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哪会办袂成？蟠桃黄色遐蟠桃，拢有迄只泡糕食了了啦。啊？哪会安尼？那安尼，迄只泡糕，搁走去宴会场，偷食仙酒甲仙果，搁甲宴会场舞甲舞煞煞。太上老君，哈，当年是你推荐，建议落地，推派一只泡糕去看守到蟠桃园，即摆发生这款代志，你是要来向我交代？王母娘娘讲了无唔对，太上老君，这件代志啊，你爱负起连带责任。哎呀，还有王母娘娘啊，但迄只泡糕啊，本来就是精神，也你是大罗金仙，何必就改只精神伫咧计较咧？吼，对无？我看哦，咱应该好来甲伊教化者，吼。金云同志啊，你唔当叫伊甲我镇守丹罗，你是来这创啥啦？老君啊，丹罗已经去互迄个北高弄倒啊啦。啊！丹罗甲我弄倒来哦！哎呦，你甲我捡清气啊无？我内面的仙丹哦，拢总有999粒无，一粒都袂用去拍落角，拢总甲我捡清气。拢无半粒啊，搁有一只北高食了了啊啦。啊！拢总甲我食了了去啊！讲这死破狗啊！玉帝啊！这只死破狗实在是有够可恶的啦！将我的仙丹甲我食了了，请玉帝你啊，赶紧派天兵天将啊，将你啊倒转来！哇！笑，若是我抓到，我绝对甲伊拔狗毛，转去啊，佮甲伊拔狗皮。我要甲做一份青咯，食伊的狗脑，转来佮做一份咯3杯狗肉，再甲伊控狗狗。力量神牛剑，在。命你率领天兵天将18罗汉，冲啊孙悟空治罪。领局子。东来。我讲，人缩手就爆，拔你的头啦！是，加油！嘿，你拍我香港卡，我就讲你的头壳。你真是！变！我慢走。来呀来呀来溜啊！来不溜来不溜！来呀来呀！落去！哎呦呦妈妈咪呀！哎呦哎呦啊！你破狗！嘿！哎看！死破狗！嗨！滴！嘿，想要了啊？不怕苦。哇，这背篓还。背篓还。哇，柯南饭，
全力打。走倒位去？启禀玉帝，小臣无能，唔是这破狗对手。啊！连你都唔是对手啊！火炸埋走，快！你这死破狗，你垃圾狗，你太过狗，无心肝的狗，无教养狗，你这条狗精！我安尼辛辛苦苦练出来的仙丹，你安尼甲我食了，我今仔若是不好，我甲你教死者，我真正哈！多谢各位，多谢各位。好啊，你我是破狗烂狗，我看你真正是一只老狗。玉帝啊！大胆，真是无大无小，到底为着什么代志？孙悟空，你给我说清楚讲明白。这句话就流行呢，好像在哪里听过哎。你到底要讲我唔讲？我讲，你嘛唔捌啊？我讲，慢手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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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弟。你倒霉了！啊！我扁你！你买走！哎呦！不给你好搞，这不给你好搞，不给你好搞，买走！去。嗨，好事袂歹。悟空，玉皇大帝乃是众仙之首，你不得无礼。喂，大头的，你想要管伊影事是不是？敢讲你唔叫阮老孙伫咧头壳底再加几个包？放肆！卡输了都给本座讲良心，我便不管此事。哈，话是你讲的哦，阮老孙哦，并一个军岛是10万8千里哦，拜拜。我搞。讲。喂。倒去吧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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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哎呦。喂。哎，哪呢啊？救人！哎呦，救狗！遮天大圣孙悟空被带离个五指山，经过500年了后，有一天大唐高僧董三藏要去西方取经，行到五指山。巴肚哪会怪怪？我出运啊！喂，你啥哈？并称东山庄。东山庄？啊，这张符啊，是不是你听落来的？是啦，是并称起来。来来来，尻川翘起来，用本大师拍500个尻川，出一口气。啊？你甲我拍500个？为什么咧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捡这张符啊，地连5指山已经500年啊。到今仔日你才救我出来，所以我要拍你500个。你要拍我，是因为我救你出来？无唔对。那你讲起来，莫非是并称的劫数？嘿嘿嘿，答对了，胜利排运。既然是劫数难逃，并称也无话可讲，你动手吧。嘿嘿，那呢，我就无客气啊。小等咧，小等咧啦。
双手慢慢放开阮心爱，是无情的命运来拆散咱两人，无奈的路敢是天安排？过去甘着用目屎，一点一滴甲期待，将心痛好做才应该。冤甘将你的痴情牵落海。我不知等待，是希望也悲哀。请你着相信我，袂予你受伤害。今夜的梦只有在明日的路走出未来。你的情深藏心内，无论海角也天涯。希望咱的情在花花世界，永远是阮最爱。雄雄路一阵西北雨，害我要啥物也无路。压甲规身躯胆高高，也毋敢小叫，我惊伊等无。雄雄路一阵西北雨，不知这阵伊在倒。等待的滋味虽然艰苦，不敢放开淡雨，我甘愿等无。雨啊雨，敢会当慢车路，才袂来耽误阮爱的前途。车卡车，喇叭声满过路，害阮听无伊的脚步。爱情路毋惊艰苦，阮甘愿寂寞。因为有你藏在我无口，情予你敢看无，阮心肝连锁。我远我苦，牵手这步。在雨中为你拼命赶路，望你小心脚步，奈何时间像骨在锁。两步转做三步，无聊当作散步，若是爱情注定着分步。我让你用爱等路，你为我用心赶路。我放你用爱等路，你为我用心赶路。施主啊，既然我拆掉这张符啊是救你，不是害你，那呢，你应该甲我说多谢才对，要哪颠倒要甲我拍咧？因为500年以前，我系如来佛第5日山的时阵，我就救抓。若是有人救我出来，我就要将花果山分伊一半。也毋过我等了100年，无拢无人来救我，所以我又搁救抓。若是即摆有人来救我，我一定要将我的花果山全部拢送予伊。也毋过我搁等了100年，同款嘛是无人来救我，所以我到第300年的时阵，我就立功救抓。即摆若是有人来救我，看伫5指山第几年，我就要讲迄个人拍算几个，所以我要拍你500个。那安尼讲起来，无非是边境的劫数。嘿嘿嘿，答对了，胜利排文。既然是劫数难逃，民生也无话可讲，你动手吧。嘿嘿嘿，那安尼我就无客气啊。小等的，小等的啦！哎呦，少年的啊！吼，啊你哪也遮大气的，搁哪要甲拍？死甲救出来，所以我才要拍伊啊。伊救你？伊安怎救你啊？
我互如来佛缀咧五指山内面，是甲符啊拆掉，救我出来。你叫如来佛缀咧五指山？嗯。少年的啊，等你嘛咧爱讲笑，迄缀咧五指山吼，早就死啊！你哪有可能过会出来啦？嘿，你捌啥？我神通广大，有天宫72变，所以缀咧山壁内才会袂死啊。是啦，老夫人，这件代志吼，我会用个证明，你讲的拢是真实的。我唔相信，我唔相信啦！除非啦，无吼，你搁叫伊吼，搁表演一摆缀咧山壁互我看。若无吼，你甲我讲是吼，我嘛唔相信。你若唔相信，我搁表演一届互你看。老婆，我已经表演给你看，安尼你应该相信啊！相信，不过你敢有法度搁出来？当然嘛有法度。东山总，你赶紧来把这符啊拆掉啊！紧甲我放出去啊！哦。东山总啊，等你吼叫伊一摆哦。你互拍5摆的呢，等你即马吼，搁救伊哦，毋着互拍1000的啊！免啦，你若即届后搁救我出来，我不但袂甲你拍，搁会拜你为师，而且搁会保护你，莫去互别人拍啦。真是嘞，多谢。多礼拜见师傅，起来，多谢师傅。孙悟空啊，你吼果然吼是言言有信。迄是当然哦，阮查甫囝讲话算话啊。嘿，你若无我是孙悟空啊？悟空，你敢会认得本尊？观音大师是你哦，观音菩萨。孙悟空，东山庄乃是大同派方西方取经的高僧。你既然拜伊为师，你就要好好保护伊到西方，完成取经的任务。哎呦，观音大师，你哪来甲我创治啦？师傅啊，免拜啊啦，观音大师已经走啊啦，拎起来来。师傅啊，行较紧的啦，紧的来啊！慢点，吼！悟空，这是什么物件？这是筋斗云啊！筋斗云？你叫这种物件来要创啥？来载你啊！我用筋斗云载你去西方见如来佛，马上就到啊！哦，真是。当然嘛是真的啊，那无好，你用行，别行啊，当时才会到啦。悟空，那安尼就拜托你了。免客气啦，师傅，来。筋斗云，去。那安尼啊？哎呦，师傅啊，那安尼啦？空啊，可能是师傅我无发力，所以才无法度坐筋斗云啊。哦，对吼。哎呀，袂要紧啊，若是你袂使坐筋斗云，我爱你去嘛是同款的啊。你要爱我去？是啊，我一个筋斗会使变108000里，只要我爱你变几个筋斗吼，照常马上就到西方啊。真是嘞。那呢就麻烦你了。来。师傅啊，你哪遐尼啊重啊？应该去减肥啊啦。空，悟空啊，歹势啦。奇怪，师傅，你看起来无遐尼大颗，哪遐重哈？悟空，
甲你讲算笑的啦。悟空，我看我是老老实实用行来去西方取经。师傅，像你安尼行，袂输久咧数的，是要行当时才会使到西方哈？这我嘛唔知影。无定着爱3年5年，也无定着爱10年8年啊！哎呦，我苦啊啦！李祖啊，我安尼看起来，敢有成人啊？我想，大王，你变得好大声人的咧！咱那人哦，若看到你，就别个讲你是猪八戒赵金珠，里外不是人啦！本大王地煞30的变化，规尾是连成功啊吼！安尼后盖吼去凡间拍七仔的时阵，我都唔惊这边仔差无咯。大王啊，你这个辛苦咧练36遍，最主要就是要将你这弟弟给唱好无去啊！当然啦，咱大家哦，虽然讲经过1000年的修炼，练成当行，也毋过只可惜吼，是这个边仔俗歹练。互咱大家哦拢搬到光明正大去凡间拍七仔。我受尽风霜，费尽苦心，我安尼一练再练，我3练4练哦，我拼命练，我下死命练，无得，都是爱为着这个地边仔会当站起来，变化一个完整的大戏，去凡间拍七仔。大王，你实在真伟大呢！大王啊，你既然哦有法度将你这猪皮甲藏起来吼，我这小弟做吼，猪皮啊，你唔得法度甲藏起来无？当然无问题啊！来，行。我猪皮无呀，我猪皮无呀。灵感有用哦，才来甲你变啊吼！我即马吼要来去香港拍七仔，过时。大王，我今仔日的装安尼有水吧？你看我安尼有缘投无？你做你的猪皮啊，哪无去啊？安怎？我变得有比大家较缘投无？哎呀，在讲，哎呦，你变安尼吼，比大王更较缘投呢。真是的哦，真是的啦！啊，你做你的猪皮啊，哪个倒出来啊啦？我别来倒出来！大王啊，大王在讲你，大王。高家庄，师傅啊，迄头前遐就是高家庄啊呢。既然头前有庄头，那安尼咱就来去看有寺庙无？为师想要来去扫塔拜佛，顺续化缘一包斋饭分你食。要化缘哦，好，行。大王，要等你啦！大王，要等你，大王。喂，猪祖啊！啊，你哪个缀我厝啦？大王啊，你既然要走凡间拍七啊吼，我嘛要跟你凡间佚佗啊。对不对？你嘛要带我去凡间哦？
真哪会用的啦？嘿啊，番港的人哦，最爱食呢。看到你这只沙丁哦，一定会掠你去挂背哦。嘿，大王啊，这简单嘛，你用从我这个猪皮吼，啊，变做甲人同款啦，安尼哦，番港人就唔知讲我是这只沙丁精。好啦好啦，带念你哦，甲我吼是死中兼换贴哦，这届我就带你去拍一个。要唔过我先甲你交代一下哦。 你去到凡间哦，看到查某是袂去招的哦。要若无吼，到时阵你迄底片会若走出来吼，哦，互人掠去烤乳猪，我是无咧负责哦。我知，我会较小心的。阿弥陀佛，三藏法师，本寺已经准备好一间神房，请法师入去享。 唔敢落番主持，民警礼佛参拜了后，就要过时赶路咯。诶，法师对遮尔远所在来到本地，应该加大规矩啊，互民警尽一地主之谊。唔免啦，民警。兄弟，既然人遮有事要甲你交代，啊你阁无答应，安尼就无够意思啊！好，就安尼决定啊啦，你就直接好互伊交代。 我就利用这个时间，对花果山看迄交囝交孙一下，再搁倒转来，陪你去西方取经。拜拜。悟空，悟空啊！闭嘴啊！唔通安尼啦，你安尼强要无成人安尼。大王啊，是唔是我弟弟走出来，伊要来搞你？无啦，免紧张啦，装进自强哦，处变不惊啦。歹势吼，借问者，啊你安尼雄雄公公，啊是要去倒位啊？要去看人拜拜啊？ 看人拜拜，对啊，拜拜哪有啥要好看啦？我若无甲你讲，你就唔知影。迄今日去庙拜拜的吼，是阮庄仔内第一大美人呢。第一大美人咧拜拜，当然嘛好看。我爱插你啊！对不对？第一美人呢？这是啥？报喜啊！是。 阿头，咱过来后庭拜拜。好啊。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是啊。好你。孙爱无某。无定着吼，心理的观念甲咱无共款呢。 愈无某吼，条就愈水啊！安尼讲嘛是有理哦。阿弥陀佛。蚵仔认有着佛。哦，我知，蚵仔认有着佛啊！大王啊，伊即摆是咧讲啥啦？你讲蚵仔认有着佛啊？蚵仔念有着佛。无代无志，那叫你蚵仔念有着佛啦。哎呦，讲你头摆就是摆啊！煞唔知影伊的意思吼，就是甲咱暗示讲伊爱食蚵仔沙西米啊。蚵仔沙西米。对啦，迄蚵仔若无煮哦，念就着佛啦。安尼就是讲吼，食沙西米爱阮瓦沙米啊！对，大王吼，你头脑较好，头壳较巧，人讲头你就知影尾啊嘛。嘿，讲你我，爱食蚵仔吼，无为人啊，我请你吼。阿弥陀佛。我知，蚵仔认就着佛啦。看哦，是倒一间餐厅，还是饭店？我请你做你食，做你喝。妖怪啊！妖怪！
你要倒出来，你呀！我不是妖怪，苦恼啊！哎呦，大王，你看我今日有水无？哎呦，大王，你是安怎啦？那安尼一个面安尼去甲碰晒晒啦？啊，就好。啊，就安怎啦？啊，无啦无啦。大王啊，你等啊！哦，好佳哉，我是讲哦，你用掠去拜天公啊咧。你是黑白讲啥物？啥？有妖怪出现？是啊，我伫咧大殿拜佛的时阵啊，忽然间有一个妖怪出现，凶让我惊一下啊。空哦，啊，迄个妖怪，啊，即摆人咧对？听讲已经去互庄民赶出庄了，即马嘛毋知秘对倒位去。哼，就算伊比甲天边海角，我老孙啊，一定也要将伊找出来。哼，悟空，代志过去就煞，你就莫搁再去找伊咯。无喏，师傅，对方竟然敢利用我无伫的时阵来甲你吓惊，我当然嘛要找伊算账。虽然迄个妖怪甲我惊一下，也毋过伊并无对我安怎，你就莫搁再去找伊咯。这边哪会用呢？我若无互伊青笑青笑，以后我齐天大圣是要安怎伫咧江湖上走跳？悟空。相信我，袂予你受伤。